大家好，我係陳驚，我係香港同志組織 PrideLab 嘅創辦成員之一啦。今次好開心可以嚟到渡海泳呢個展覽，認識咗西麗妹西姐已經差唔多10幾年啦。都喺同志運動上面認識嘅。今次聽到佢講有呢個展覽邀請我嘅時候，我都好開心啦。因為呢2年組織都有考慮過，就係多啲用藝術嘅創作方式去結合呢個行動倡議去講多啲性別平等嘅嘢，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啦。作為一個藝術家去參加一個展覽，咁今次最大嘅主題創作啦，就係香港同志想遊行啦，嗰張 poster 啦。其實香港同志遊行咧，喺2019年已經冇咗遊行噶啦，我哋已經係一個戶外嘅集會。咁到今年2025年，我哋已經6年都冇得上街行噶啦。同志社群喺香港嚟講都覺得好大嘅無力感啦。有啲年輕嘅人未必知道其實上街遊行係一個點嘅感受。咁都促使我哋開始去思考，作為一個同志組織，我哋可以點樣突破呢一個無力感咧？呢一個框架咧咁樣，咁所以去年咧，我哋就諗咗一個小活動啦，響應同志遊行舉辦活動嘅同一日，我哋就喺佢附近市集嘅附近啦，就公園嗰度做野餐活動，而我哋就相約喺一個最近嘅鐵路站，然後諗住一齊步行過去。呢一個小小嘅集體行嘅行動咧，讓我哋可以拎住彩虹旗喺鬧市行咗一段小嘅路程，讓市民可以睇到彩虹旗啦，讓我哋嘅社群都可以企喺條街度，用同志嘅身份行一次。我覺得呢個行動令我有一個新嘅啟發，就係我哋要用多啲創意去突破而家嘅少少嘅限制。同志想遊行啦，我哋除咗想之外，點樣可以做出嚟啦？就係我哋目前今次帶俾大家嘅一個作品嘅系列，想俾大家睇到香港嘅環境唔同咗，而香港嘅人點樣去應對呢一個新嘅挑戰。